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願天父的慈愛、基督的聖寵、聖神的恩賜與你們同在。各位主內嘅兄弟姊妹，我哋由澳門嚟嘅，或者喺香港、台灣同埋唔同地方嚟呢度朝聖嘅兄弟姊妹，我哋特別喺聖母顯現小堂呢度呢，去將我哋整個澳門教區我哋今日用本土嘅我哋自己嘅語言去開呢台彌撒，有特別嘅代表性有特別咧喺向聖母咧去呼求，為我哋轉禱，為我哋整個教區咧，我哋今年450週年啦，為我哋嘅每一位教友佢哋嘅我哋嘅福傳嘅使命從而咧獲得我哋靈魂嘅救贖，同埋為我哋嘅家人嘅靈魂我哋親友嘅靈魂，特別係為亡者嘅靈魂去祈求。我們特別為我們的亡者的靈魂祈禱。現在我哋大家認罪虔誠地舉行聖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認我在思言行為上的過失，我罪，我的重罪。為此懇請終身童貞聖母瑪利亞、天使聖人和你們各位兄弟姊妹，為我祈求上主我們的天主，願全能的天主垂憐我們，赦免我們的罪，使我們得到永生。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天主在天受光榮，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Gloria。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聖父，我們為了你無上的光榮，讚美你、稱頌你、朝拜你、顯揚你、感謝你。主耶穌基督，獨生子，主天主的羔羊，聖父之子，除免世罪者，求你垂憐我們；除免世罪者，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坐在聖父之右者，求你垂憐我們。因為只有你是聖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無上的耶穌基督，你和聖神同享天主聖父的光榮。阿們。請大家祈禱。天主，你曾召選聖瑪利亞加入宗徒的團體，求你恩賜我們借他的代禱，也能加入被選者的行列，永遠分享你的慈愛。因你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恭讀宗袍大事錄。那時候，伯鐸在弟兄們中間站起來，說：當時約有121人在一起。弟兄們，聖神藉達味的口預言領導逮捕耶穌的猶達斯的事，必須應驗。他本來是我們中間的一個，分擔了這職務的一份。原來聖詠集曾經記載說：願他的住所變成荒地，沒有人在那裏居住。又說：
讓別人取代他的職位，所以必須從這些人中，就是主耶穌在我們中間來往的時期，常同我們在一起的人中，從約翰施洗起，直到耶穌從我們中被接升天的那一天為止。從這些人中，應當有一個同我們一起作他復活的見證人。他們便提出了名叫伯爾撒巴的，就是號稱猶斯托的約瑟和馬迪兩個人。他們祈禱說：主啊，你認識眾人的心，求你指示這兩個人當中，你揀選了哪一位，使他得到這職務，就是宗徒的職位。因為猶達斯放棄了這職位，到他自己的地方去了。他們叫兩人抽籤，馬迪中了籤，就被列入11位宗徒之中。上主的話。阿利路亞，阿利路亞！上主的僕人，請同聲讚頌，讚頌上主的名。願上主的名受讚美，從現在直到永遠。從日出到日落，讓上主的名受讚美。上主超越列國萬邦，他的光榮凌駕穹蒼。誰能與上主我們的天主相比？他從高處俯視諸天和大地，把軟弱的人從塵埃裏救起，把窮苦的人由糞土中高舉，使他與共兄同席，與民間的進身並坐。福音前佢，阿利路亞，阿利路亞。主說：我揀選了你們，並派遣你們去結果實，去結常存的果實。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願主與你們同在。恭讀聖若望福音。那時候，耶穌對門徒說：正如父愛了我，同樣我也愛了你們。你們應存在我的愛內。如果你們遵守我的命令，便存在我的愛內，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而存在他的愛內一樣。我對你們講論了這些事，為使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內，使你們的喜樂圓滿無缺。這是我的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你們如果實行我所命令你們的，你們就是我的朋友。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為僕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我稱你們為朋友，因為凡由我父聽來的一切，我都顯示給你們了。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並派你們去結果實，去結常存的果實。如此，你們因我的名，無論向父求什麼，他必賜給你們。這就是我命令你們的。
你們該彼此相愛。上主的話，基督我們讚美。各位親愛嘅兄弟姊妹，我哋嘅朝聖團嘅各位，同埋咧在場嘅各位朋友，願主耶穌基督與你哋咧每一位同在。今日咧，我哋可以嚟到，正如福音所講，係我哋被揀選嚟到呢一度。我哋咧冇一個人啊，如果唔係天主唔係嘅，同埋藉住聖母嘅轉禱咧，我哋都未必可以嚟到呢個朝聖之旅。呢個我哋由出發前可能某一啲經歷已經可以略知一二。所以咧，我哋嚟到呢一個花地瑪顯現小堂開台彌撒咧，並唔係純粹人為嘅安排。當然我哋多謝阿 Carlos 去幫我哋去籌備，但係更加係咧，天主想顯示俾我哋知道佢所賜俾我哋嘅福分。我哋真係好有福，因為其實正正係聖母邀請咗我哋嚟呢一度。喺花地瑪呢一個聖地，想像下就喺我哋而家身處嘅呢個地方，或者我身後邊嘅呢個小堂嘅地方呢。1917年，聖母親自顯現喺呢度，喺呢度開始，喺嗰日開始咧，呢個地方就成為咗地球上最親近天堂嘅地方之一，係咁神聖嘅一個地方。而我哋不斷被喺我哋身邊跪喺度祈禱。喺呢度咧，聖母向3位小牧童顯現，透過路濟亞、方濟各同埋雅先達，將天主嘅信息帶俾全人類。作為朝聖者咧，我哋千里迢迢咁樣嚟到呢度，就係要親身聆聽咧呢一位母親嘅呼喚。有一位被教廷最近宣布咗咧，喺嚟緊呢年嘅9月24日將會冊封為真福嘅一位總主教，叫做Fulton Sheen 呢個福爾頓舒恩總主教咧，佢而家係一位可敬者嚟嘅。佢其中一個名著叫做 The World's First Love， 世界第一愛。喺本書入邊咧，佢讚美聖母咁樣寫，佢話喺創世之前，遠在任何母親冇一人類嘅母親出現之前咧，瑪利亞早已經喺天主嘅旨意之中，以永恆嘅方式存在。佢係母親嘅母親，佢係世界嘅第一個被愛嘅人，所以稱之為世界第一愛。呢位世界第一愛咧，就係我哋供奉嘅呢位我哋稱為花地瑪聖母嘅和平之后。呢位可敬者咧，庫爾頓舒恩總主教佢話：我相信至聖童貞瑪利亞選擇以花地瑪聖母嘅名號顯現呢，係俾信奉呢位係總主教講嘅，信奉伊斯蘭教同埋穆斯林嘅人民一個希望嘅保證同埋記號嚟嘅。記住佢係和平之后，所以咧同穆斯林佢哋嗰個關係咧，大家可以明白。呢班人已經喺佢哋嘅宗教嘅氛圍入邊咧，已經係非常之尊敬我哋嘅耶穌嘅母親聖母瑪利亞噶啦。喺佢哋嘅經文入邊都有提過聖母瑪利亞嘅。所以咧，總書記佢話希望將來有一日一定會佢哋呢班天主嘅
子女咧，一定都會接受由佢懷孕所生嘅聖子耶穌基督做主。嗱，歷史上咧，穆斯林曾經統治過葡國長達咧500年咁耐嘅。當佢哋被趕出葡萄牙嗰陣時咧，當時最後有一位穆斯林嘅首領，佢有個女啊，佢個名你估下叫咩？就係花地瑪。Fatima。點解一個穆斯林嘅人個女會改自己個名個女叫 Fatima 嘅咧？當時咧，呢一位花地瑪嘅女子Fatima 啦，有為咗愛一位喺呢個地方同一位天主教嘅青年相愛，所以咧佢冇離開呢個地方，佢留低咗定居咗喺度，而亦都接受咗天主教信仰。施恩總主教佢話咧，呢一位女子嘅丈夫為咗紀念佢太太，就將呢一個小鎮改名做 Fatima。咁應該係一啲比較有即係同喺呢個小鎮啫可能係啲鎮長有關係嘅人。施恩總主教又話，對穆斯林人民嚟講咧，聖母瑪利亞係真正嘅可敬嘅聖婦。佢哋自己有個名叫做 Saida 就係非常之可敬嘅一位婦人。佢哋嘅信仰入面，唯一可以同瑪利亞相比嘅，正正就係穆罕默德，即係佢哋最高嘅宗教領袖，最可愛，亦都喺書入邊有提及過嘅，即係《可蘭經》入邊有提及過嘅，佢個女個名，你估下又係叫咩？Fatima。所以咧，為穆斯林嚟講咧，去用 Fatima 嚟為佢哋嘅女兒去改名咧，同我哋天主教徒用 Mary 去改名一樣咁熱門嘅。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呢個信息如果唔講佢哋同小牧童嘅要我哋傳俾全世界，我哋都非常之都聽過，我哋都熟悉嘅信息以外咧，淨係個名已經可以好清楚，聖母係要帶和平嚟到歐洲，嚟到全世界。我哋企喺呢一個顯現小堂，我哋參與呢台彌撒，正正係咧，聖母向我哋每一位朝聖者重申佢1917年嘅要我哋做嘅信息，為咗和平，為咗人靈嘅得救，我哋要祈禱，我哋要做補贖，我哋要奉獻我哋嘅所有，特別係我哋喺玫瑰經嘅奉獻當中咧，去帶出呢啲。佢話：如果聖母話聽我嘅説話去做咧，世界就會得到和平；如果唔聽從咧，就好難逃避更大嘅人為災難。今日世界依然係戰火紛飛，甚至乎影響我哋嘅生活，因為咩嘢都貴晒。就算我哋生命未去到被威脅我哋都被波及。但係聖母喺度承諾，只要我哋真心回應佢嘅無玷聖心，最終必定勝過黑暗嘅勢力，和平嘅時期咧一定會再次來臨。我哋呢個朝聖團體今日咧唔單止嚟參與呢台彌撒去祈禱，去將我哋自己個個人嘅，如果你未準備好嘅邀請你嘅心要有一個意向，你哋嘅為咩求恩，為咩感恩為永生嘅渴望，更加要咧除咗祈禱之外，要帶走聖母呼籲我哋嘅使命。第一就係朝聖完咗，我哋翻去之後要選擇回應聖母，每日誦念玫瑰經，要堅持去念，唔係想念先去念，
如果時間好忙，其實亦都可以拆開佢嚟念。朝頭早念兩端，中午時候念一端，夜晚再念埋嗰兩端。如果你有時間嘅，建議你念晒所有，即係200端，唔係即係200個玫瑰經，20端嘅聖母經嘅默想。特別係喺朝拜聖體嘅時候，呢個係最好嘅一種祈禱。第二就係我哋要祈求天主賜予世界真正嘅和平，為教會、為自己嘅家人，為咗和平去做補贖。你哋屋企有冇和平？有冇平安？兄弟姊妹和唔和睦？呢啲就係我哋要做補贖嘅原因，唔係淨係為我冇罪，我唔使做補贖。我哋要為別人，為我同我哋有關嘅人去做補贖。原因好簡單，因為佢哋今日冇嚟到呢度，冇聽到呢個信息，所以你哋要將呢個信息身體力行咁帶翻去。第三要做嘅就係將花地瑪嘅和平嘅信息咧，頭先講啦，唔止喺屋企，我哋要帶翻去我哋嘅城市，帶翻去我哋自己嘅居住嘅左鄰右里。所以咧，讓我哋而家同心祈禱，聖母瑪利亞、花地瑪聖母和平之後，喺呢度我哋同心懇求你，為我哋轉求，為全世界祈求真正基督嘅和平與內心嘅平安。求你帶領我哋每一位朝聖者，更加親近你聖子耶穌，人類真正嘅平安與喜樂嘅救主。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上主萬有的天主，你賜給我們食糧，我們讚美你。我們將大地和人類勞苦的果實麥麵餅呈獻給你，使成為我們的生命之糧。上主萬有的天主，你賜給我們飲品，我們讚美你。我們將這葡萄酒呈獻給你，使成為我們的精神飲品。各位兄弟姊妹，請你們祈禱，望全能的天主聖父收納我和你們共同奉獻的聖祭。上主，在今天聖瑪利亞的慶日，求你收納教會虔誠奉獻的禮品，並藉此奉獻，以你的聖寵堅強我們。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願主與你們同在。請舉心向上。
請大家感謝主，我們的天主。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能使人得救。因為你是永恆的善牧，不離棄你的羊群，而借聖宗徒們不斷予以守護，使用你選派為你聖子代表作為羊群嘅司牧的，治理你的羊群。為此，我們隨同天使、總領天使以及天上神聖歌頌你的光榮，不停地歡呼。聖聖聖，上主萬有的天主，你的光榮充滿天地，歡呼之聲響徹雲霄。奉主名而來的當受讚美，歡呼之聲響徹雲霄。上主，你實在是神聖的，你是一切聖德的根源。因此，我們懇求你派遣聖神，聖化這些禮品，使成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他甘願捨身受難時，拿起麵餅，感謝了，分開，交給他的門徒說：你們大家拿去吃，這就是我的身體，將為你們而犧牲。晚餐後，他同樣拿起杯來，又感謝了，交給他的門徒說：你們大家拿去喝，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約之血，將為你們和眾人傾流，以赦免罪惡。你們要這樣做，來紀念我。信德的奧蹟，救世的恩主，你藉着苦難及復活，恢復了我們的自由。求你拯救我們。上主，因此我們紀念基督的聖死與復活，向你奉獻生命之糧、救恩之杯，感謝你使我們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們懇求你使我們分享基督的聖體聖血，並因聖神合而為一。Acuérdate, Señor, de tu iglesia extendida por toda la tierra, y con el Papa León, con nuestro obispo José, y con todos los pastores que cuidan de tu pueblo, llévala a su perfección por la caridad. Acuérdate también de nuestros hermanos que durmieron en la esperanza de la resurrección, y de todos los que han muerto en tu misericordia. Admítelos a contemplar la luz de tu rostro. Ten misericordia de todos nosotros, y así con María, la Virgen, Madre de Dios, los apóstoles y cuantos vivieron en tu amistad a través de los tiempos, merezcamos por tu Hijo Jesucristo compartir la vida eterna y cantar tus alabanzas. 全能天主父，願一切崇敬和榮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內，並在聖神的團結中，都歸於你，直到永遠。阿們，阿們。
我們既遵從救主的訓示，又承受他的教導，才敢說：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常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兇惡。上主，求你從一切災禍中拯救我們，因此我們的時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發慈悲，保佑我們脫免罪惡，並在一切困擾中獲得安全，使我們虔誠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穌的來臨。天下萬國普世權威，一切榮耀永歸於你。主耶穌基督，你曾對宗徒們說：我將平安留給你們，將我的平安賞給你們。求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但看你教會的信德，並按照你的聖意使教會安定團結。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請大家互祝基督的平安。請看天主的羔羊，請看除免世罪者，蒙召來赴聖宴的人是有福的。領主榮，主說：是我的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愛之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靈魂及天主性奉獻給你，以賠補我們及普世的罪過。我哋再次喺聖母嘅台前去奉獻自己俾聖母，藉住耶穌嘅手咧，將自己交託俾我哋嘅主耶穌。阿比瑪利亞，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阿們。請大家祈禱。上主，在此聖體聖事中，你不斷施恩於你的子民，求你因瑪利亞的轉求，使我們得與諸聖在光明中同享永福。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今日係馬蒂亞神父嘅主保日佢會為我哋咧祝福我哋你有嘅聖物聖像。Anybody, if you have any religious articles, please hold. Padre Matias will give you will bless your religious articles. Vamos a hacer la bendición de los objetos religiosos. Oremos. Benedictus es Domine, omnis benedictionis font et origo, qui de fidelium tuorum corroborata, pietate letaris, is famulis tuis quesumus benignus adesto, es presta ut ipsi ec fidei aque priestetis signa gestantes, per Christum Dominum nostrum. Amen. Final blessing. 願主與你們同在，願全能的天主、聖父、聖子、聖神降福你們。彌撒禮成。願主無世